爸吼，送电的来，伊也袂就喊得啃来吃，根本就是一张眼睛啊！哎呦，也做唔得啉啦！你是用咩按怪？你用手电话没？听音念嘅嘛嘅，用咩安尼啊？我按到唔听音。我都唱妹，嘛是有人对我暗好。我心爱，我天初要答应你可以啊。一次有就係污水的劍嘅，為咗你熱度源源不斷的污水，三圍場所有嘅人全部做得個紅熱嚟啊！我演就是演，下擺要在門外要唱的，唔是唔笑。在老三位場嘅人講，除了好開心，所有淡薄搭地皮，全部攏係判處。跳妹俾你唱下嚟，唔准出嘅來。8月到8時，按不頭8點，請準時收看《年兔喜劇》年。